主后2025年1月1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好款待假期的外侨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利未记19章第19到37节。上主阁命令摩西，着对以色列全体会众宣布：恁着分别做圣，因为我上主恁的上帝是圣。恁逐个人拢着敬重恁的老母、恁的老爸，恁着守我的安息日。我是上主恁的上帝。恁毋通去杀我去拜偶像，嘛毋通为着家己铸造神像。我是上主恁的上帝。恁杀精生献做平安祭予上主的时，着照规例献祭物，通予上主接纳。祭物着伫献祭迄日，也是过日食，到第3日，若还有剩，着用火烧掉。留到第3日的祭物是无清气，若有人食，伊的奉献就袂得到接纳。食的人拢着对家己的罪负责任，因为伊亵渎献予上主分别做圣的物，迄个人着对人民的中间革出。恁修成五穀，旁边的毋通割了了，落倒来的嘛毋通捡。修成葡萄毋通挽了了，落倒来的嘛毋通捡。着留予散赤人甲出外人。我是上主恁的上帝。毋通偷摕，毋通诈欺，毋通讲白贼，毋通奉我的名就假纸来亵渎你的上帝的名。我是上主。毋通欺压你的同胞，毋通抢夺因的物，毋通甲工人的工钱留过暝，毋通咒骂耳孔无听见的人，毋通下物件伫失明的人的头前，害伊跋倒。着敬畏你的上帝，我是上主。恁审判毋通无公道，毋通偏袒散赤人，嘛毋通看有权势的人的面色，着照公道审判你的同胞。毋通四过造谣中伤人，毋通做伪证害死人。我是上主。毋通心内怨恨厝边，着诚恳指责伊的错误，则免着为伊的罪负责任。毋通甲你的同胞报复，嘛毋通扣现，着疼厝边亲像疼家己。我是上主。着遵守我的规例，毋通互无共类的精生交配，毋通将两款种子压伫同一区园，毋通穿两款布料织的衫。女婢还未受赎得到自由，毋过已经订婚。若有人甲伊私通，两个人着受刑罚。毋过毋通甲因处死，因为迄个女婢还未得到自由。迄个查甫人着献赔罪祭，牵一只绵羊犅来会幕门口做赔罪祭，献予上主。祭司着用赔罪祭的羊犅，伫上主面前甲伊赎罪，迄个人犯的罪就得到赦免。恁进入干地了后，栽种逐种果子树，3年内着看遐个果子做无清气，袂用得食。第4年所结的果子，拢着分别做圣，表示对上主的感谢。到第5年，恁通食遐个果子，互树通结较侪果子。我是上主恁的上帝。毋通食加血的物，毋通行法术，嘛毋通卜卦。鬢边的门毋通铁，喙手嘛毋通收。毋通为死人挂上家己的身躯，身躯
嘛毋通赤字我是上主。毋通侮辱你的查某囝，互伊做寺庙的娼妓，则免恁去拜别个神明，互即个地充满淫乱。恁着守我的安息日，敬重我的圣所，我是上主。毋通去找看望的，嘛毋通去问动机倒头，来拍拉散家己。我是上主恁的上帝。伫老大人的面前，着徛起来，嘛着尊敬因，搁着敬畏你的上帝。我是上主。毋通欺负寄居伫恁的地的外族人，着对待因亲像对待恁以色列同胞，疼因亲像疼家己，因为恁嘛捌做外族人，寄居伫埃及地。我是上主恁的上帝。毋通用无公道的笑斗亲仔骗人，着用公道的亲仔帮仔甲斗。我是带恁出埃及的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恁着切实遵行我的规例甲命令。我是上主。好款待寄居的外侨。读完利未记19章，心内袂禁得有一种强烈的想法。即章无疑是10条诫的延伸和生活应用的准则。伫遮，上帝吩咐摩西向以色列人详细讲述有关圣洁和正义的诫命，指示上帝的选民安怎过着甲迦南人无共的圣洁生活。首先，重申10条诫中间的宗教责任、圣洁，搁再来论及对待厝边同胞的态度，最后吩咐着好款待寄居本国的外侨。无论是10条诫中间的倒一部分，拢是用听做核心。圣洁的上帝期待伊的选民拢会当活出彰显公义、慈爱的性命。33到34节，重申18节所讲的，着疼厝边亲像疼家己。再次强调，疼因亲像疼家己。遮所讲的因，毋干那指同族的厝边，搁较明确指出是带点以色列中间的外国人。上帝爱以色列人，亲像对待同胞安尼对待遮的外侨，搁着疼因亲像疼家己。因为上帝捌纪念以色列人伫埃及寄居的苦楚甲罕发，搁用慈爱的手拯救因离开做奴仆的光景。虽然经文中详细记载以色列人宗教的社会责任，亲像爱照顾散赤人和寄居的，毋通欺压厝边，着疼人亲像家己，爱行公义等等。但是因尊坛的状况却不佳，逐个世代拢备受先知的指责。长期以来，以色列甲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不断，加沙走廊搁较诚侪冲突的火药库，原因包括以色列持续占领巴勒斯坦的土地，搁实施军事统治，还对2007年开始封锁加沙走廊的陆海空，互伊的经济运作差不多袂振动。另外一方面，加沙走廊的哈马斯恐怖武装分子相款用尽心机要消灭以色列。2023年10月7日，伫1973年由阿拉伯联军发动攻击以色列的赎罪日战争届满50周年过两天，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，以色列也马上飞弹轰炸因作为报复。各大国领袖虽然其中调停，也毋知当时双方才会停战。
随后，黎巴嫩、伊朗这个国家陆续和哈马斯革命对抗，以色列也毋善罢甘休，继续军事报复行动。种种迹象显示，以色列并未善待因的厝边，这也是中东冲突不断的原因。以色列人无遵坦上帝命令，这并毋是头一回。纵观规本的圣经，以色列人的信仰历史充满各种悖逆和毋信，导致守约是主爱的上帝受气，降落刑罚。总是咱生活踮伫台湾，各地应该安怎遵行上帝伫这段经文的吩咐呢？特别针对遐个长期甲咱生活的外籍新住民和移工，咱应该去除偏见，用疼厝边的心平等甲和善对待，搁适时关心因踮伫台湾的适应情形，互因必要的协助。默想，我抱持什么态度和眼光对待身边的人，是上帝所喜悦的是无？我抱持什么态度和眼光对待身边的人，是上帝所喜悦的是无？咱来祈祷，主爱的上帝，恳求你帮助我，除去惹白家己目睭的事物，搁赐予我疼人的力量，互我的性命会当活出彰显你公义搁主爱的形象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